有40多檔歷史、會員超過100人的台南市高雄總親會舉辦第16屆第1屆會員大會，會中頒發優秀子女獎學金、敬老禮金，並討論年度會務工作計劃案。其中理事長由吳志祥高票當選連任，持續帶領總親會來發展。我已經3檔任期到，今年佫競選，然後繼續連任，然後替咱台南市這個有幸所有的宗親時代來繼續來服務。阮的宗親會重點主要就是鼓勵着咱的宗親的囡仔，甲遐個時代人，甲老人安尼，大家來給伊幫伊照顧。佫主要做一寡小公益。咱的宗親會的目的，主要就是要團結，大家團結，為咱台南市過來繼續拍拼。會中台南市副市長江林宏、這位舊處首長李偉陳廷輝以及各界民意代表，無分黨派攏來高調致意，展現地方對總親會當年推動公益、甲傳承文化的肯定。5成總親會除了延續宣揚祖德、教化宗親、重視倫理的傳統精神，也積極健全組織制度，透過完善會務運作，促進宗親交流，和傳統宗親文化佇現代社會持續傳承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